家人在地前继续要来讲，有一种的田呢叫做咸丰田莴，是2013年才发表的台湾的特有种，主要是分布伫个南投县的鱼池甲埔里等等少数的区域。林业署来执行着国土绿网的计划，记录这个田莴分布甲生态，伫个埔里的纸教堂来分享着调查的成果。 林业署南投分署执行国土绿网计划，结合成果乡文教基金会和在地生态专家，除了记录81种的田莴生态资料，嘛举办相片的成果展览。针对这个千红蜻蜓这发布的这个种呢，来做一个调查研究。那他们也在一开始呢，也做了很多的训练。因为土地开发压缩到真侪种生态生存空间，店长就呼吁林业署爱想办法提供较侪生存所在。 来保育生态。千红蜻蜓吼，这是列为濒临绝种的这个保护的这个物种吼。林业署南投分署讲，虽然原有的生态环境包括湿地、溪流有受到破坏，不过林业署会利用保破网的方式来扩大恢复生态环境，和地有的生态有生存空间。 Hello， 我是庄宇杰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